白沙屯妈祖进香这个月特别起价咯，今年有超过40万人报名。今麦煞有这诈骗集团利用这个机会，伫网络顶头打文章，讲要分这物件含大家结缘，爱民众留资料含因直接，落要拐民众汇款。警方表示讲，今年1月到3月已经受理70多件报案。庙方也表示讲呢，将来就要送这纪念品，互大家民众爱特别注意。 网络社讲要分享结婚的小物件，准备白沙屯妈祖的手冠袋啊，免费提供予信众结缘，需要民众会使私底下索取。有的所在真正有不少人讲想要伫盐湖台中市刑大讲，这其实是一个诈骗的文章讲法。用近期流行的事物，如演唱会门票、妈祖绕境结缘品或是高单价手机，以及低于市价的商品等，引诱民众点击。民众点击后，会引导 民众与卖家加赖私下交易，然后要求民众付运费，并使用话术要求民众点击假的卖货店连结交易。警方讲，去年同期主要是以职业式的诈骗为主，不过因为真接的反诈骗宣导，敢若出现一寡零散的防诈骗个案。 不过，今年诈骗集团改换方式，用人头户头写进去，也甲这阵流行时事有关系。尤其4月拄到妈祖出巡的活动，也互民众更加心降低。警方统计，今年1月到3月已经受理73件，手款拢是爱民众私底下留信息来联络，所来用爱付运费为理由要求转钱，结果又假银行的专员骗人用网络银行来转钱，也是讲提供个人的资料，也是这个金融的资讯。 有些可能就是比较精美的东西，然后或者是比较流行的文创品啊，他们就会说，如果可以免费结缘，然后如果有人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跟他们做结缘这样，然后之后好像都会透由私讯的方式提供账号啦，什么要发放结缘品会送到家里啦，还是购买什么啦？我想这个还是要细心一下啦。 有新方面讲，从来无主动经由各种方式要求民众留信息，也是个人的资料，要发送这个纪念品。有愈来愈晚妈祖起驾日子，也愈来愈多人要参加妈祖出巡的活动。提醒民众看到可疑的信息，爱小心卖，凊彩点去，避免互诈骗集团骗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